就多個國家緊急回收懷疑含有馬肉嘅冷藏食品，被驗出產品有馬肉嘅食品公司話，所用嘅肉嚟自羅馬尼亞，計劃起訴有關嘅供應商。羅佩瓊報導。早前被驗出所生產嘅冷藏牛肉闊條面含有100%馬肉嘅食品公司所用嘅肉類，由法國西南部呢一間肉製品加工廠生產。公司發表聲明話，佢哋所用嘅肉嚟自羅馬尼亞嘅屠場，強調佢哋都係受害人，已經決定採取法律行動，希望可以挽回公司聲譽。法國外長法比尤斯評論事件時表示，政府唔單止要進行徹底調查，並且要懲罰將馬肉代替牛肉欺騙消費者嘅商家，以挽回消費者嘅信心。羅馬尼亞農業部長康斯坦丁就要求有關肉類出口商盡快提交報告，並承諾如果證實馬肉係嚟自羅馬尼亞，政府一定會懲處。英國方面就認為事件涉及詐騙，並且同波蘭、意大利黑幫有關。有報道指黑幫喺生產過程當中故意將價格低廉嘅馬肉取代牛肉，賺取數百英鎊嘅利潤。亞洲電視記者羅佩瓊報導。世界多個地方嘅華人都有慶祝農曆新年嘅活動，由黃婉玲帶大家睇下。炮竹一聲除舊歲，紐約嘅華人以熱鬧嘅方式慶祝新年，仲有舞獅表演。有中國遊客話諗唔到喺紐約過年亦都相當有氣氛。而喺倫敦市中心，一年一度嘅春節慶祝活動有大型花車巡遊，由特拉法加廣場出發到唐人街，舞龍舞獅，12生肖出巡，有小朋友表演中國功夫。It was really good, and it's also really nice to see all the diverse cultures that are in London. So that was really interesting. It was really fun.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喺北韓，民眾向已故領袖金日成同埋金正日獻花，官方安排大型表演節目慶祝新年。喺盛傳即將進行第3次核試嘅前夕，有小朋友扮演一支火箭。而喺梵蒂岡，教宗本篤16世亦都向遠東嘅天主教徒送上祝福，希望每個追求幸福嘅人願望可以成真。亞洲電視記者黃婉玲報道。新聞報道完啦，再會。